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過來。我想知道人嘅緣分係咪已經注定咗？咁咪即係天天安排喺度等。咁我幾時先知道邊個係注定嗰個？唔該你話俾我聽，我應該點做？好多人都相信人嘅一切係由命運嘅安排，但若果你自己唔首先踏出第一步，你又點會知道將來嘅命運會係點呢？咁到底冥冥中係咪會有主宰啊？呢個問題就只有天知道啦。不過，即使你相信冥冥中一切注定嘅，你仍然需要努力去尋找屬於自己嘅真正愛情。凡事係冇不勞而獲嘅，命運亦都係一樣。而要尋找真正嘅愛情，最簡單嘅要訣就係當兩個人相處嘅時候，覺得開心同埋快樂。愛情微妙嘅魔力就係在於佢會靜靜咁將你同你嘅真命天子慢慢拉近。要分辨你嘅真命天子呢，咁就需要憑住你哋雙方嘅牽掛同埋思念啦。咁即使係細到好似一片四葉草咁，都能夠為你帶來幸福。真正相愛嘅人，一定能夠喺人生嘅道路上面遇見嘅。我遇見誰會有怎樣的對白？我等的人他在多遠的未來？我聽見風來自地鐵和人海，我排着隊拿着愛的